係曾經喺英國舉辦嘅歐洲華人歌唱比賽冠軍人馬Joey Cha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啊！我呢個語麻麻地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。咁今日好高興啦，因為以往喺英國同歐洲咧好多華僑支持我啦。咁今次嚟到澳洲咧，亦都希望大家一直咁支持我，因為我移民咗嚟澳洲啦而家嚇。咁以下落嚟咧，我哋有好多好聽嘅歌曲啦，咁有我哋3位好朋友一齊唱嘅。咁咧，不如我哋而家介紹埋啦，另外一位實力人馬。嗱，第二位歌手要同大家介紹嘅係我好尊敬嘅一位人物喎。咁佢就係好資深、經驗非常之豐富嘅歌唱老師小毛老師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小毛好 sharp 喎，你今日。我特登為你以前喺香港買翻嚟嘅呢件衫，呢度揾唔到我 size 嘅，因為哇，呢件衫10年仲可以攞嚟着，都穿得好啲，身材冇乜變啊嚇！多謝大家好，中秋節快樂！喂，小毛老師啊，今朝有啲朋友問我喎，佢睇咗個節目表，小毛老師啊，喂，點解呢個名咁特別嘅？係咪男士嚟㗎？小毛老師點解啊？你解釋下啦。OK， 我同你哋大家講先，我真係姓毛啊，啲毛骨嘅毛，我每個人頭上係咪都有毛啊？點解係咪都叫毛啊？所以我就叫小毛。大家咧係咪好容易記咧？記一次都唔會忘記我啦。真係我叫小毛，因為係 nickname， 只不過係一個語名。我而家叫下，我都唔記得我自己真嘅叫咩名啦。Anyway， 你哋大家叫我小毛，我就應你哋啦。Thank you。咁啊，小毛老師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其實你歌唱咗幾多年咧？哎呀，你咪叫我報我嘅年紀咧。秘密嚟㗎，係歷史嘅秘密嚟㗎。超過1隻手啦。係幾多年啊？估下。50年啊！超過哇！50年，我諗相信在座咧有好多人都未出世嚇。咁咧，小毛老師咧就係唱歌唱咗50幾年，不過可能佢真係細個 BB 仔沖涼房已經開始唱。胎教啦。咁好啦，咁咧我相信大家都拭目以待。唔好阻